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22日。哥林多前书6章1节到第8节。恁中间有人甲别个信徒有纠纷，无伫信徒面前甲伊告，哪敢对无信的人告伊？恁敢毋知信徒要审判世间？既然恁要审判世间，敢袂晓解决小可代志？恁敢毋知连天使咱拢要审判？即世间日常的代志，搁较毋免讲。即款代志，恁敢通交予无受教会尊重的外人处理？恁实在真见笑！恁中间敢无真正无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通判断信徒中间的是非？恁竟然有信徒告信徒，甚至告到无信的人面前。其实恁三个表示恁已经弄输啦。恁若毋宁可受冤枉呢？若毋宁可受吃亏？恁颠倒冤枉人、吃亏人，甚至对回来的兄弟姊妹嘛安尼做。保罗考劝哥林多教会信徒，毋通拄着纷争，就伫遐互相来告对方，宁可爱彼此伫遐包容，因为当咱伫外人的面前来相告的时，咱的确会互上帝的名受亏损，也咱要诚做人所取笑、甲见笑的事。所以对伫初代教会所拄到的境况，对伫今仔日，咱会通想，咱敢有甲其他的信徒有纷争、无好的代志，求主帮咱，互咱无将这个事来显露伫无信的人中间，互咱会通用彼此包容、相疼的心来互相宽待，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